Bonnie and Daniel 連續30年係名校區富豪山莊銷量第1名，提供賣家免費網上、電視、報章、雜誌全方位宣傳，累積30餘年龐大客戶網絡。Bonnie and Daniel 貼身嘅一條龍服務，包括出晒名嘅室內設計裝修，令你嘅物業價值大大提升。即電 The Right Ones 905-883-8888。中年好聲音再現歸來，130強即將閃耀登場，4大賽區逐一展開對戰，真係好 enjoy 嘅舞台。全新盲選賽制，撳燈開棚見人，戰況更激烈。呢一季有個好處，完全咧係聽聲。新增 TVB 藝人賽區，神秘選手隨時左右大局。想睇下係邊個？中年好聲音4，12月7號星期日晚上7點40分，新時代電視1台。佢嘅人生好似充滿苦難。爸爸醉酒嘅時候，佢可能癲起上嚟，拿把刀斬你啦。好似自己唔識點樣去做一個父母，對自己好多嘅懷疑。父母嘅 cancer 咧進入咗最尾段嘅階段。喺工作嘅裏邊，我遇過被同事 bully 啦。余佩玲喺加拿大愛民頓嘅故事，請留意嚟緊呢一輯《恩語之聲》。